就是要甲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的所在，《使徒行传》第8章，咱要对26节来看到40节。《使徒行传》第8章伫白话字的合本是伫新约的部分141面，伫和合本是伫新约的部分175面，其他的版本咱来看见无？显着，我来读。第8章26节，主的天使对腓力讲：起来，对南西去，到对耶路撒冷落去加撒的路，遐就是旷野。就起来去，拄当有一个埃提俄别人，就是俄别女王甘代基有关的太监，总管伊的银库。伊已经到耶路撒冷敬拜，倒转来坐伫车呢，在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圣神甲腓力讲：进前去，跟我迄张车。腓力走去就近伊，听见伊在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就讲：你所读的，你会明白吗？伊讲：无人指示我太讨话，就请腓力上车3角座。第32节，所读的圣经就是这段，伊互人看，亲像羊到收台的所在，伊无开喙。亲像羊仔对这问的无出声，伊卑微的时受无公义的审判，伊的世代治罪要传述，因为伊的话，因为伊的活命对地上受夺去。太监因腓力讲：请问先知讲即号，先知讲。这个话是指什么人？是指本身也是人啊？腓力就开喙对这个圣经去，用耶稣传予伊。行路的时，到有水的位，太监讲：你看，遮有水，我受洗礼有甚物阻碍？就吩咐停车。腓力甲太监两人落水，腓力就甲伊行洗礼。对水呢起来时，主的神带腓力去，太监无阁看见伊，因为做伊上路也真欢喜。后来腓力伫阿索多互人拄着，就骗行这个城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以上。这是要请陈永文牧师来讲道。陈永文牧师，伊是台湾新人院的老师，也是遐的牧师。伊今早起要讲道的题目是“再思腓力之门”，再思腓力之门。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伫即个总会所定台湾新人院的纪念主日，会当代表新人院，甲咱大家请安。感谢大家过去对新人院甲新人教育的关心支持，来到甲奉献。今仔日我用即个咱珍惜《使徒行传》第8章腓力的故事，搁一届甲咱做伙来思考。今仔即个时代咱伫即个社会分享好消息。这真要紧的一个责任。这几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也用一领一新培家做主题望会当伫咱的这个社会内底来推动这个分享福音的好消息这种的工作。所以这中间咱今日所读的经文甲这个咱这教会的努力的方向，有真侪让去敲吹。对话思考的所在。论到这个咱的教会历史，咱回顾就知影一般讲到咱的教会伫做这种宣教的工作，
有2个定定用的名词一个名词叫做路加之门，一个名词叫做腓力之门。为什么会用路加之门？当然就是照教会历史的传统认为讲这个路加福音这本册作者路加本身可能是一个医生。路加之门就是咧代表一种通过医疗传道的方式来做宣教的工作。实际上医疗传道也是咱伫台湾基督教历史上要紧的一个层面。大概伫将近150年前，头一位宣教师就是咱可能捌听过伊的故事就是头一位到咱南部做宣教的医疗宣教师马雅各医生，伊就是一个医生，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伫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接受医疗训练。总是伊嘛是一个真热心的教会长老。听到讲台湾需要医生来做传教士，伊就来到台湾，伫南部做非常要紧的工作。当时虽然一般民众对基督教看做是一个番仔教，是一个外来宗教，拢采取对敌的态度。总是马雅各用伊真优秀的医学的技术，当时帮助真侪人通过这个方式来进捌福音。咱北部头一个宣教师马偕嘛是同款，伊虽然毋是医生，总是伊捌受过短期的医疗训练，所以来到咱台湾北部嘛是用足侪精神，通过医疗的方式来拍开人的心，将迄种对敌的心堵起，来接触福音。这张相片咱可能捌看过，是真出名的相片伫全世界介绍宣教的册，常常拢会用这张相片咧介绍台湾。咱看见马偕甲伊的学生真有效率，当时替台湾民众挽喙齿。马偕甲伊的学生讲，1点钟会当挽100几齿技术非常的好。所以这个路加之门，到底咱都要讲这个概念，路加之门会使讲是咱教会历史内底上有效的一种宣教方式。这种方式其实伊会让继续扩大，不是干那医疗那点，包括教育，包括社会服务，包括咱关心这个世界人所拄到的困境，用这种关怀人的需要来出发。咱通讲，伫咱台湾这100几年来扮演足要紧的角色。不过，伫咱的历史内底，阁有另外一条路，就是咱今仔日讲的腓力之门。腓力之门主要是直接用甲人分享福音的方式，去甲人互动对话。腓力之门的故事的源头，也就是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腓力的故事。这张真旧的相片，互咱看见早前台湾的宣教师嘛有行这种路线的，就是伫街头的所在做这种甲人分享报道的工作。拄到生分人，就甲人分享。上出名的可能是这位梅干武牧师。当时日本时代来到台湾，伫日本人统治下，叫做大中州的所在，包括今仔日的台中，包括今仔日的彰化，包括今仔日的南投。伫迄个所在，1100个乡镇，梅牧师行过900几个，一个乡镇一个乡镇，有时阵2礼拜，有时阵1个月，伫迄个所在甲人分享福音。总是伊后来回想，讲这种的方式真无简单，拄到足侪阻碍，也真困难。有个人听伊讲到听几十摆，梅牧师讲可能比我讲更较捌啦。
总是无反应，无反应。所以，这个飞力之门，会使讲是一条较歹行的路，伫咱过去的历史内底较歹行的路。总是每敢有讲，这条路若好好啊来推行，实在是帮助人接近上帝上近的一条路，上近的一条路。所以今仔日通过这段经文，我要甲大家做伙来思考，特别咱的总会咧讲一领一新培家，行的就是一种飞力的门的路线。咱要怎样伫这种的时代中间，为这个故事定睛来学习？这故事内底，咱看见两个生分人伫旷野相拄。我讲生分人，确实两个人是差足侪的人，规个身躯所属的社会文化族群，各种的背景拢无共款。照讲是完全袂相拄的两个人，而且圣经讲起，因相拄的所在是一个旷野的所在。今日经文内底讲起，主的使者甲腓力讲往南西去，这张图有用迄个线，约略啊，甲腓力行过的所在，甲伊画出来。因为耶路撒冷往南西行要去加萨的路，这其实就是要为古早的话来讲，就要去非洲的路啦，要去非洲的路。然后伊伫行中间，经文讲，迄个所在渐渐进入旷野。咱想象空气愈来愈干燥，边仔的树啊的景象嘛开始改变，甲伊原来熟悉的迄个耶路撒冷的世界是无共款的一个世界。旷野嘛是真特别的所在。伫犹太人的传统内底，旷野就是人学习来挖靠上帝为生活的所在。所以旷野的经验对犹太人真要紧。旷野其实伫基督教灵修的运动也真要紧。真侪灵修学者讲，旷野代表咱进入内心的过程。进入旷野就是人去面对家己的内心。真臭土坎伫出人意外的情形下，咱看见这两个人伫旷野相拄，两个完全无共款的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北非伊索比亚的人。今学者大概无争议，相信这个人是一个黑人，北非的黑人。伊的背景甲伊族群历史拢无共，两个人肤色也无共。总是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是一个真有社会地位的人。圣经讲，伊是女王甘代基总管银库的大臣。因咱今日来讲，伊就是伊索比亚这个国家的财务部长。总是伊一个太监。圣经讲，伊内心有一种渴慕的心，想要认捌上帝，所以伊已经去过耶路撒冷圣殿敬拜上帝。咱想象两个遮尔啊无共款的人相拄的经验，毋知影咱在座各位捌有即种甲生分人相拄的经验无？甲咱的语言无共，甲咱的文化无共，甲咱的背景拢无共的人，对了这种人，咱敢肯拍开咱的内心世界，来甲人相拄分享吗？我有一个朋友是英国这个伯明翰大学的教授，伊捌去巴基斯坦今日咱亚洲的巴基斯坦的所在做宣教师做9年，伊捌甲我讲一个真趣味的故事。伊去到巴基斯坦伫遐做宣教师，总是拢总伫大学内底咧教册，所以其实无真侪机会甲这外口的人相拄。有一届伊接到邀请，伫离开伊的城市不遮远的另外一个城市有一间较细的大学，邀请伊去演讲。
伊做计划了，知影爱坐火车，坐4点外钟的火车，才会当到迄个城市。要出门迄天有代志甲牵着，所以去到火车头时间已经非常赶。到火车头一去到遐月台顶头，火车顶头拢总是人，规台火车挤甲满满满，车门坐甲满满满，连厝顶嘛拢坐甲满满满。伊心内伫遐烦恼，啊，即声要安怎？我要怎样去赶时间演讲？伫遐咧想的时阵，突然车厢的窗仔门开去，内底有人甲比位遮来，位遮来，伊就有手甲伊扣，伊为窗仔门爬入去火车内底。入去火车了后，真欢喜，坐落来，一坐落来无偌久，火车就开始驶。伊越身一看，才看到伊身躯边坐10几个，拢戴头巾、穿白衫的回教徒，拢是在地的人。其中一个人开始用英语甲伊讲话：“你是美国人吼？”伊讲：“毋是，我是英国人。”“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啊，你哪走来遮？”“我是一个宣教师。”受邀请来这大学教册，这个人佫煞来甲讲：“哦，我今日足欢喜拄着你。我有一个问题啊，足久就想要问，拄着基督徒就想要甲问。你敢会使甲我回答？恁基督教甲阮回教有一个足大的差别，就是阮相信独一的上帝，啊，恁讲恁相信三位一体。你敢会当甲我解释，什么叫做三位一体？”我相信咱在座做基督徒久久，咱可能嘛无法度解释什么叫做三位一体。所以这位是一个神学家、大学教授，伊受伤的，伊就甲这个人讲：“歹势，这个问题足复杂的，无法度简单回答。”这个人就讲：“我知影你要去迄个所在演讲，咱要坐4点外钟的火车，你慢慢讲。”这个宣教师讲。迄4点钟是伊一世人上艰苦过的4点钟。咱想想，面对一个甲咱完全无同款的人，要讲一个遐尼困难的信仰的问题，我毋知影我这个朋友后来安怎甲伊解说，迄4点钟到底真正安怎过？总是咱想想，今仔个故事内底，菲利甲太监两个人的相拄的经验，也真亲像是安尼。甲一个甲咱真无共款的身份人相拄，总是这故事内底真无共的所在是，这个太监，伊内心有一个渴慕的心，伊咧敲找上帝，伊嘛咧敲找伊人生的答案。所以真趣味，咱的故事一开始讲，圣神就甲腓力讲：“我滚迄张车去。”我滚迄张车去，所以咱想想，车咧头前咧驶，菲力用走的，还是行足紧的去捉迄台车，这情景不加特别。车哪来走，伊哪伫遐行，伫遐缀车咧行的时阵，伊听见车顶即个太监在读以赛亚的册。咱的经文嘛，甲咱讲伊所读的经文伫搭。真趣味，菲力随甲问：“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你所读的，你明白吗？”太监嘛甲回：“无人甲我指示，太到位啊！太到位啊！”这个对话实在是非常有意思。你所读的，你明白吗？这问题咱嘛通问咱家己。咱每一届咧读圣经经文，咧读咱敢有明白？咱拄啊启英文对话的时阵，咱读到诗篇119篇非常水的经文咧，讲起上帝话要紧，讲到上帝话，真侪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内底有一段真特别的所在，讲
上帝话经过解说，就发出光，互戆直的人得到通达。上帝话经过解说，就发出光。原来对明白，对读到明白，需要一个解说的过程。太监家己知影这段经文，唔知什么所在甲伊有关呢？总是伊伫遐咧想，要怎样去了解这段经文。所以，伊就邀请腓力，请伊上车，请伊上车。所以，这个故事会使讲是一个帮助人的故事。当有一个人甲你邀请讲，我有问题要请教你，你要上车去陪伊吗？特别甲你问的人，是一个甲咱差真济的身份人，伊有未晓，伊想要了解，咱是毋是肯上车帮助伊？圣经甲咱讲，腓力就上车，两个人坐做伙。有一个圣经学者真趣味，用一个譬如咧讲这段。伊讲基督徒敢若伫观光地区啊，咱伫遐咧开一间店安尼。啊，有人来到遮，甲你问讲：哇，你遮听讲恁遮足好耍诶，恁遮嘛有足侪真好食诶物件，真有特色诶物件。你敢会当甲我讲？这圣经学者讲，咱基督徒若做惯势做久啊吼，咱诶做法就是摕一张地图互伊讲，啊，你去找，我即张地图互你，你去找安尼。咱较习惯将地图互人，叫人家己去找啊。总是腓力伫遮做诶，毋是将一张地图摕互人讲，你家己去找。腓力诶做法是讲，我带你去看，我陪你去看，你要看几个所在，我带你去看。所以，这段经文咧讲帮助人的故事。另外一位圣经学者是一个真要紧的灵修学的老师，咱台湾最近真侪翻译伊的册，叫做毕德生，Eugene Peterson。伊嘛足爱这段经文，伊提出一个足趣味的看法。伊讲腓力这个时阵所拄到的问题，咱可能有两种想法。一个想法就是腓力会想讲，我敢会晓解说这个圣经啊？伊要问我这段经文，我敢会晓解说？这是头一种思考。总是彼得森讲，伫这个时阵上要紧的答案，不是这个，是第二个。第二个答案是，我肯陪伊，啊唔肯；我肯陪伊，啊唔肯。所以腓力这个时阵所拄到的挑战，并不是伊外口解说圣经的问题，是伊是不是愿意拍开伊的心，跳上车去陪伴人，甲人分享伊所捌的。检查伊所捌真有限，总是伊是不是肯安尼做？咱会记得腓力这个时阵，抑阁是一个无什么经验的福音使者。伊可能对信仰的把握嘛真有限，总是信心甲讲，你搭张车去，伊就去；当人甲讲，你要肯起来车顶陪我吗？伊就上车。两个人坐伫车顶，做伙伫遐读圣经。咱知影今仔日这段经文读起来拢真熟。这段经文是对以赛亚53章第7节来的。为什么咱真熟？因为咱伫受难州、伫过活节，拢会读这段经文。伫2000年的教会历史传统，已经将这段经文甲耶稣受难、死、过活的故事甲连做伙，所以咱真紧就会当做一种连结。总是对这个人来讲，这个太监来讲，这是无简单读的经文。伊亲像羊去用抬去受抬的地。亲像迄个要用剪门的羊，点点无出声，
伊伫世间拄着无公义的对待，伊的性命去用夺去。这段经文咧讲的时阵，太监心内有疑问，总是伊毋知影要哪解答。腓力坐伫身躯边，心内嘛咧想要怎样帮助伊。真趣味，当两个人伫遐读圣经的时阵，圣神伫遐做工。咱讲圣经讲，太监就问腓力，请问这段经文先知咧讲的是指什么人？意思讲，迄个替人受苦，迄个人是咧指什么人？是指先知家己咧，还是佫有指后来的别人？这个问题敢若是一个锁匙啊，解说圣经的锁匙。这个问题一问出来，腓力马上就甲伊分享。圣经讲，伊对圣经开始甲伊讲论耶稣的故事。咱毋知影腓力讲什么，总是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见以赛亚的故事，通过耶稣的见证，开始对太监产生意义。太监原来是一个咱毋知影伊的背景的人，但是这个所在咱会当看出，伊甲咱每一个人同款，其实是内心有忧闷的人，内心有困境的人。伊对这个苦难、对受苦，有某一种的认捌。有学者咧推测，伊这个人有两方面会迄种咱讲困境，还是讲遗憾啦。头一个，因为伊是太监，伊伫家己所生活的社会，虽然社会地位真悬，总是常常是无尊严的人，互看轻的人。第二，伊虽然对犹太宗教真趣味，去到圣殿敬拜上帝，总是犹太宗教的规定。咱若倒转去读《申命记》就知，《申命记》讲，身躯无完全的人，袂当进入圣殿。所以，伊就算对上帝有较无的心，去到耶路撒冷嘛是去用排除伫圣殿的外口。这是一个有较无的心，却找无门通入的人，内心的苦闷、无尊严，伫遐超找答案。当腓力开始甲伊讲耶稣的故事，讲起耶稣为着人世界医治人、帮助人得到医治，最后甚至为着人伫十字架顶受苦的时阵，这个故事开始对太监产生意义。咱会使讲，这个故事内底，太监其实有一个问题无问出来。总是咱咧读这个经文，哪读就哪感受会到。伊虽然咧问讲，这段经文到底是咧指啥？是指先知，还是指其他的人？问这个问题的上时，其实背后伊内心有一个问题无讲出来。伊其实是咧问，这个故事敢甲我有关系？我敢有份？这个人若肯为了人受苦、牺牲，安尼这甲我敢有关系？所以伫这个故事中间，咱看见真趣味。伫迄台车顶，本来坐两个人坐伫遐，车伫遐咕噜咕噜继续咧驶，点点的两个人伫遐读圣经，总是圣经的话开始对伊产生意义。有一位学者安尼形容讲，迄台车顶毋是坐两个人那定，哪是像先知以赛亚嘛坐伫遐。伫遐解说分享的过程中间，后来哪真像耶稣嘛就车嘛坐伫遐。就安尼，腓力家己虽然袂晓讲，毋知影遐尼啊咬讲，总是耶稣家己伫迄个故事内底出声对太监来讲话，互太监明白，这个故事甲我嘛有份。所以咱看见伊心内就
产生变化。车哪里使外口有看到水泉，伊接落去就问：遮有水，有啥物阻挡我接受洗礼啊？有啥物代志会阻挡我？耶稣的故事对伊产生意义。伫艺术树顶头，咱看见这个洗礼的情景，真做真侪画家的主题。伫遐描写太监甲腓力浸伫水内底，领受上帝恩典的过程。上要紧的是太监家己咧讲，有啥物会阻挡我？确实，当两个人中间会交牛拍通，当伊所读的正做伊所明白的，当伊内心的忧闷开始得到解答，伊心内开欢喜，伊常常伫水内底得到水的润泽的迄种的欢喜。旷野甲水泉拄好是对比的上顶。伫旷野大树的所在，水泉正做人内心心灵得到润泽的所在。腓力就甲伊做伙入去水内底替伊洗礼。咱想象两个人对水起来，身躯淡落落，水搁咧滴，太监的心内充满喜乐甲欢喜，因为伊的性命已经有一个新的可能性。圣经虽然无描写，我相信腓力的内心也同款激动。伫无拍算的中间，伊遵照圣神的指示，进入一条旷野的路，竟然甲一个生分人相拄，无拍算，因为伊愿意甲伊分享陪伴，看到另外一个人性命得到改变。这两个人伫水内底起来以后，圣经描写两个人就各分开，随人行随人的路。圣经讲太监就无搁看到腓力，总是满心欢喜继续赶路，满心欢喜继续赶路。这个太监将来一定伫北非洲的基督教发展扮演最要紧的角色。腓力嘛同款，腓力的人生也开始无同款。经文讲，圣神甲伊触去，无偌久人看见伊伫阿苏多的所在，遍行逐所在，最后去到该撒利亚。咱若使徒行传继续读落去，读到21章，就讲到保罗去到该撒利亚，去住伫迄个叫做传道人腓力的厝。毋但伊家己是传道人，腓力有4个查某囝，拢无结婚，拢是传道人。真趣味，腓力的人生嘛改变。对一个本来是一个平信徒福音的使者，成做一个传教者。毋但呢，连伊的查某囝也甲伊同款分享腓力这种的工作。各位兄弟，今日故事互咱真侪启发，互咱倒转去头前所讲的，到底伫咱今日这个时代，教会对于这个社会有甚么款的使命？咱讲到路加之门，也讲到腓力之门。腓力之门是较无简单的路，无容易。总是腓力的故事，互咱真侪通思考学习的所在。今日这个时代，亲像太监的人也真多。有的人可能有真悬的社会地位，其实内心是真侪困境，真侪迷惑，嘛咧敲找人生的答案，咧敲找生命的方向。总是这种人，当咱有机会甲伊相拄时阵，咱是毋是为身躯边行过？咱是毋是甲看做生分人，
因为甲咱无共款，咱就为边仔行过。腓力的故事甲咱讲，上要紧毋是咱掠做咱是毋是真敖？咱是毋是会晓解说圣经？我信仰什么拢捌啦。更较要紧的是，迄个愿意跳上车的一种的使命感，愿意陪伴人，愿意来成做人甲福音中间的桥梁。腓力的故事提醒咱，就算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嘛是咱会使去关心的对象。希望这个腓力之门的故事帮助咱，伫今仔这时代学习信仰的功课，也互咱对总会所推动新的宣教使命，也当对这重新来学习甲思考。咱较顶啊，也要唱一首圣诗，是旧圣诗186首做回应。这首诗真趣味，是另外一位来咱台湾的宣教师，加拿大宣教师明友德所写的歌词。伊甲迄歌词，甲耶稣伫以马忤的路拄着两个学生的故事写做一首诗。我感觉歌词写得非常水，甲咱今日的故事嘛会当结合。请咱较顶啊，哪唱这个圣诗的时阵，嘛会当哪想象腓力的故事，以及咱的故事。望腓力也成做咱信仰学习的典范。今仔日是台湾新人爷纪念主日我最后也借用2分钟，甲大家请安报告。台湾新人院就是咱北部第一位宣教师马偕所设立的新人院，上早伫淡水，后来到台北的双连，然后来搬到今仔日阳明山的岭头。今年是新人院140周年，新人院会使讲是100年的老店啦，100年的老店。经过100几年，一直咧做这个培育学生的工作，伊有真侪新的挑战、新的需要，硬体、软体拢需要进步，需要更较侪老师、更较侪导师、更较好的设备，更较要紧的嘛，望有更较侪好的学生。所以伫这个纪念主日的时阵，我搁一届邀请大家唤醒咱来关心神学教育，互更较侪人通过神学教育受训练，成做咱教会领导者，帮助咱教会伫这个时代扮演更较要紧的角色。搁一届感谢咱大家过去对新人院支持、关心甲奉献。我也代表学校所有老师、学生、同学甲大家请安，感谢，也恳求咱继续关心神学教育的工作。咱做伙三个阿头来祈祷。阮恁听到的上帝，我感谢你，通过腓力的故事，搁一届互阮学习，伫这个时代，阮要怎样来做一个你的使者？有时阵，阮感觉阮所了解有限，嘛感觉阮欠缺勇气，嘛知影这个时代人所面对的问题，毋是阮拢会当回答的。总是阮对腓力身躯顶看见你所想事的勇气甲智慧，特别圣神的同在，开启伊甲太监沟通的门。主啊，恳求你也将这种智慧甲勇气，以及圣神陪伴的气力，甲阮同想事互阮，帮助阮兄弟姊妹伫这个时代，也当回应主你的邀请甲呼召。阮也为着新人院祈祷，恳求你继续伫这个时代兴起更较侪愿意接受神学教育的人，也互教会通过关心、代祷、奉献，继续支持神学教育的工作。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